來看台中市這個溫室的草莓農場哦，青龍就帶這個親子的家庭去熟悉品種，你會當就近來看這個草莓的成長。現場也有教你來做這個草莓的梨仔糖，讓這個食農教育變甲好耍閣好食。親子家庭做伙來體驗版草莓，還有青龍介紹各種草莓的品種，甲糖團教學，感覺好玩又有趣，可以認識草莓這些蠻多品種，還有白色啊、粉紅色，然後小孩也是可以學到蠻多的。清明連假的連續大雨，很多草莓園因為大雨的關係，造成草莓都已經沒有辦法收成。而我們溫室草莓的話，到現在我們的草莓還依舊可以繼續採收。五彩區農會為了推廣食農教育，特別邀請親子家庭來到佇咧清水的溫室草莓農場，讓囡仔體驗為產地到倒訂的過程，蠻有趣的啦。對，而且 CP 值很高，也很好吃啊，小朋友也很喜歡。透過這樣的活動，就是放下手機，然後全家就一起出遊啊，也可以讓小朋友了解到我們農產品的來源，以及支持我們在地的農民。實際體驗和食農教育，不是冷冰冰的知識，是生活當中一段難忘和甜蜜的記憶。Hello， 我是蔣欣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